코나라마 딘진 잔제 콩 산스크들이 시라 케바 손자 아니 오무니 마무나여 소아레스 오무니 마무니 마레손 다티 나는 전부 매베 레송도 오도스가는 것도 대연다 당봉에다 양바 샤자 도베 창아도 중기 那首先为大家传的第一个咒呢是释迦心咒。那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整个佛教的教主，那就如同这个纸上所写的“唵牟尼牟尼玛哈牟内耶娑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本来会有一个，就是在玛哈牟内耶娑哈的地方，本来就是有人会念玛哈牟尼耶娑哈。那我的老师就是库鲁拉妈，他说。他是一个在梵文上面非常精通的一位上师。那他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加那个音节，所以说待会就随着我念，那我把这个音呢传给大家。哎呀，我今天说啊，请大家注意听。唵牟尼牟尼玛牟那耶娑哈。玛哈牟那耶娑哈。我理解，他今天你把这。我们把那个送的，我们把那个送的，不要看见个讲堂，那讲堂当所有的都是长马路了呀，还讲个别，他就全部钱呢，完的钱呢，等于他们搞的时候他们呢，具体空话给等于哈都做马达别看了呀，我们把那个说他们呢，调话钱的这个要把第一起去过的，就那等于人都咱呢，俺让做第一起去错不的，等于都呢。你把这了的呢，完他等到我们把那个送的东西。接下来要传的是阿弥陀佛咒，那也是无量光佛咒。就这个咒语来说，它盛传于西藏、中国、蒙古这3地呢，都盛传着这个咒。而就整个传承仪轨来说，有些修行人在密续里面，不管是上部还是下部的密续修行的时候，如果说持咒上面、修持上面有一些亏损，他们都会借由对这个无量光佛心咒的持诵还有祈祷，然后来消除自己所亏损不足的部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咒，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聆听随念。唵阿弥陀佛。唵阿弥陀佛西。我理解，他今天3000名节那个今天他送下去了，他3000名节那呢，他搞的啥的呢？参个就把咱们这龙啊一送就送我他们这小孩钱，就把掉了些把面面节不送的，就是他俺让做个下的没有说多少个好嘛的吧，我怕子比较这样嘛多。나야 돼 아니 그 자야 소야 요르바 대연도 나야 자야 소야 되다 산제 민jel라게 칠라를 때네 아니 알아도 나자데 자야 소야 요 인도 하장 개첨부지 차기요래 下面要传的是药师佛的心咒。那在这个药师经里面有提到，只要我们能够诚心的受念药师佛的名称的话，那在当下生与意的一切痛苦都会离我们远去。当然，就死亡这件事情来说，我们是无法避免的。但还在生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疾病，而这疾病呢是有康复的希望的。这疾病呢不是一病了之后就完全不可能康复，所以说我们可以借由持诵药师咒，让我们身心都能够远离种种疾病。呀，唵南无班嘎瓦帝，唵南无班嘎瓦帝。别看这，别看这，古鲁边珠呀，古鲁边珠呀，巴巴然扎呀，巴巴然扎呀，达汤嘎达呀，达达嘎达呀，阿拉哈帝，阿拉哈帝，三呀三，三呀三，布达呀，布达呀，德呀他，德呀他，别看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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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하 뱅가제 백한제 뱅가제 라자 사문가데 라자 사문가데 소하 소하 오다 티리 산제 맹제라가 종 링아테리 테 텔레마야 테아타네 마체네
통화 제요. 다 되네. 단단 알아서 산지게 땜바티 남진 희바 샤쳐 투베 땜바체네 땜바리. 대연자 다 땜바랑 가자바 차 주나네 베차 제다 치다 친사라치다 구바카도르 말레네 시라그마 산지게 땜베 맨 더블레디오. 다 마음바나 산지 나바티 자와 참방 공부들이. 대연도 전에 다자가 땜베 샤쳐 투베 땜발레야 람냠레 제바이나 아니 자와 참방 공부되는 코르라 제네 자와 참방 공부되는 최주 콜로 거네 아니 하나도 줄에 장주가 셈제네 론텐 토야게 러와요. 대연다 가르사르베네 자와 참방 공부 아니 다 존데 다 저라도는 해말 론둥기 那刚刚传给大家的这个药师佛心咒呢，它是长咒。那如果说念短咒的话呢，则是从第亚塔那个地方开始，然后就念后面那一段。这个像以后的，则是药师佛的比较短的一个心咒。那这长短都是一样的。下面要传的就是慈尊咒，就是我们现在贤劫千佛里面，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佛。那从释迦牟尼佛传了这个佛法以来，经过这么多年，到现在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末法时期，也就是说是整个佛教呢快要消亡的一个时期了。现在，所以说我们更是应该要好好的把握现在在佛教上面种种行仪因行的部分，好好的去行持，种下一个善根，祈愿自己将来弥勒佛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在遇到在这个时节当中，能够再一次幸运的出生，并且呢，在他座下能够得到一个听法的机会，升起菩提心，乃至于得到他殊胜的受记，应该以这种心来祈求。哦呀，他叫我长毛棍没成啊顶的。下面就是慈尊咒。唵摩嘿摩嘿，唵摩嘿摩嘿，玛摩嘿娑哈。玛哈摩嘿娑哈，唵摩尼摩尼，唵摩尼摩尼，玛拉娑哈，玛拉娑哈。我第一节，他第一节说的呢，他我不接的是，现在我不接的是的，那我把每个事就拖的，这样多咱呢，我个路就那了前半夜呢，我把每个的呢我不接的是了呀。咱们那个罗刚刚罗呀，台湾见了长说说呢，刚刚那边罗句话的，我这咱今天用着咱呢，我们今天是了说他们呢，我让做台湾见了呀，长呀了，罗呀了，其他的七八用过的，这咱都嘛这把几个，年纪个啥的，年纪，现在咱年纪个啥说咱呢，年纪个啥了说他们呢，路好要的，别呢，我让做娘他会有把几个。这他那边刚才西部就都是老呢，年纪有把几呢，罗巴几个了吧？年纪没那罗巴几个嘛了吧？这在别天那些，我们接的是的，叫他们这个的年纪个上数的，明明这边第天接的是以前的送多啊，甚至他们这让些没把多被写了就我说身边过呢，没把甚至他们这那面呢，龙啊的战队给这我得了，明明那没被年纪也是过的。明明了没被年纪轻不的，那估计那个那么讲的下的不的，接着是意思，年纪个过年long的，罗那了接着就是个一种啥呢？接着是意思的那不，但是他的呢，接着是个那从那个long对啊去，我都是。在下面呢，要传的就是护主观世音的心咒。那就观世音菩萨来说，他是无量光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子。常常在传记里面，乃至于说在经典里面呢，都有如此的提到，阿弥陀佛他就告诉这观世音菩萨，就是希望他能够来到这个浊世，帮助有情，救度众生，并且也跟很多。就是跟众人讲说，在末世当中，如果能够至心的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的话，那将能够利用透过这个力量呢，让自己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说这是有一个非常殊胜的利益的。而就观世音来说呢，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智慧的本尊，而应该说代表是一个大悲的本尊。而因为它是如此代表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如果好好的对它加以祈求的话，那对于心中修成这个悲心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所以说在那个密集码里面，无缘大悲宝库观世音，第一句礼敬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无缘大悲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缘在空性当中所升起的一个大悲，也就是观照一切有情、一切法皆为自性空，而在这种自性空的状态之上，缘着众生，希望众生都能够远离一切痛苦的这种心呢，称之为无缘大悲。那观世音菩萨呢，也就是这种大悲所化现出来的一个本尊。而他也本身就是秉持着这个意乐来帮助我们有情。观世音，也就是他心中怀着这个意乐，以这个大悲心观察照见我们世间当中一切的有情。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去持诵这个咒的话，利益是很大的。哦呀，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我理解，他天呢，就尊前辈样呢，写了个啥，对，电影中他呢，人都吃了千万不写了这么差不多少，一天送去民社话，前辈样了吃吃罗说呢，我的一天他们那边罗生家刚刚那个蒙巴马那边社会这边女的那边，一他们七八件的。你就尊前辈样的，天天我就尊前辈样个说话就这样子。下面要传的就是至尊文殊菩萨的一个咒语。文殊菩萨他所代表的就是一尊智慧的本尊。那借由他的力量呢，文殊菩萨总是在这个世间照破世间这所有无明，就是有情心中的这个无明黑暗。所以，如果好好祈求的话呢，是能够迅速的让我们升起智慧的。Om Arabhajanadi。Om Arabhajanadi。我理解，他天天空松周围了嘛，下庄叫我庄高把前辈天天称下天的，他天天，他其他节不了么个明明这位的今天的是前面前辈我们前辈样，都不马路前面上面他。刚才特别最近庄高把路上特别些不了说完的说把难行，叫我他们这几天呢，故意切了马路把街头丢把的捡的事的，但是叫我他们就送给切了马路把街头丢把的前辈啊，叫我他们就出去切了马路把街头丢把的上大抢那都接的，现在就当你全部呢，日送街头丢呗我的，现在我日送街头丢呗我人说啥呢？日送街头丢呗我来带呢说话他们呢，说到同盟跟欧洲他们进入呗六百元算的，没这没陪伴，我的钱几年当穷我几钱呢，我都送要的，在哪里呀？写到7万、3万、6万、3万，看看路主要的，吃住钱要的，来他们的，我的主要把钱呢，我的都是的，这样子他就等你全部的，我说吧的呢，专门下去土把单土举几把。但呢，我的出去多接单样，出去几百银吧，弟兄都忙不拿了，3点了，我就记得。卡萨，电别大不，专门中天的，还让别忙中天地下，路上特别把这啥送的，几个租金他们了，说完的也说呢，可能上马路出去几百银吧送要的，家长天天人都咱那就咱你全部的，别想不，卡萨我的，现在。门道是我的，还是我他其他个别啥全部抢用过的。你当个抢的前边人那样，就等你全部输了赔不着吧？这样在出当俺们都做长马路给，两个看看路出去就对呢，你点了跑掉的都是。这当他点的人都忙不了么钱，你说就对我来点呢，你说都不要的，哎呀。
最后要传的就是三界法王，也就是一切有情的导师宗喀巴大师的心咒。宗喀巴大师，他就是简单做个介绍的话呢，是一位非常殊胜的圣者，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念这个密宗嘛一样。无缘大悲宝库观世音，无垢大智涌泉妙吉祥，摧伏魔君无余秘密主。学鼎智言善巧宗喀巴，贤惠普文足下作白起。这个呢，就是对于宗喀巴大师礼赞的一篇礼赞文。无缘大悲宝库观世音，观世音菩萨是一切三世，就说三世诸佛，他们一切悲心的加持呢，都汇聚于观世音菩萨。而妙吉祥指的就是文殊菩萨，这是汇集一切诸佛的智慧。而秘密主，也就是金刚手菩萨，汇集了一切诸佛他们心绪中这种能力、力量，皆汇集于他身上。而宗喀巴大师呢，则是观世音菩萨、妙吉祥，就是文殊菩萨，然后以及金刚手菩萨这三尊的所有一切悲智力的这加持呢，都汇集于宗喀巴大师。